闻。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9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宣布讲，高铁未来会继续通到屏东，目前有4条线路正在建。近来有真侪会当提神醒脑的饮料成分分析落去，才知影讲糖分拢较悬，咖啡因嘛重，啉伤济人会搞失神。台江国家公园有人去放生毛蟹鱼啊！国家公园管理处讲，乌白放生对大自然的环境影响真重。高铁通车到今12天，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今日倒转去到故乡屏东，宣布讲未来高铁也继续通去到屏东。目前有4条线路正在建。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宣布，第一，行政院决策。高铁南延屏东，这4条路线，请交通部评部长负责跟可行性评估整个小组，尽快就各该案评估定案，到行政院核定。面前屏东绿地厝这片105甲大塘的土地，就是未来高铁屏东站预定的所在。虽然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今日宣布讲，国内高铁确定会通去到屏东。不过线路安怎行是还未定案。目前有按高雄燕巢，也是经过高雄后硬，啊无就是接对高雄火车头去。过来第4条就是对小港直接通去到屏东的潮州。线路要决定，就要等9月底，交通部邀请学者、专家甲地方人士，大家做伙来会议一下。过来，咱换看高雄市的警察局全国创新头一位，伫咧大路头斗新型的监视器，每一个角度拢录会到。便后驾驶人冲红灯，也是挡红灯，正手倒手硬度要挖，也是讲乌托邦骑起了安全岛的，拢会直接翕相，寄去互违规的当事人。这月日大成用宣导的，后个月若有录到违规，就会正式开始处分咯。等美府车顶驾驶甲奥多摆骑起哩人行道，当场去互警察查落来。这个路口伫咧高雄台中一路，因为车真多，去年当地就有57件交通事故，和前几年比起来增加1倍。因为安尼，市府警察局伫咧现场装全国头一个导向违规监测系统。1年的车祸数高达57件，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路口设置多项违规监测系统的一个科技执法。闯红灯、红灯左转、右转、逆向行驶、违规定2段式左转。还有违规行驶人行道这5项违规行为我们会来加以监测跟举发。警方表示，这项系统会当测到奥多摆弄红灯，无照规定2段道或违规骑咧人行道才违规的行为。这套系统大约需要250万，未来扩大设立专区，容易发生事故的路口。骑那个人行道上来，或者骑那慢车道。红灯右转，引起很多的车祸。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遵守就好了。很多东西要试运之后才知道说到底好跟不好在哪里。装这套系统，民众大部分拢认同，不过无人质疑车牌辨识的正确度，也有加气敢未故障的疑虑。警方回应讲，系统要装进前已经试真侪摆，未有使用的问题。车牌若是看袂清楚，嘛未开发，目前先宣导1个月，将会伫10月7日正式开发。记者王友婷、陈宪坤高雄报道。交通部已经宣布讲，国内有要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按明年开始会强制要求公车、游览车这大台巴士的业者，1年要甲司机办2摆在职教育训练。总是学者嘛提醒讲，交通部就要斟酌讲训练什么款的内容，上好就要掠用过大台巴士捌发生过遐事件来当作教材，较袂讲到尾干那人叫来教室坐咧办先，安尼是无恰当。
2017年发生的条龙会游览车并车事故造成33个人死亡。交通部迄当时就宣示要启动改善大客车安全作为，其中驾驶教育训练部分会为2020年开始，强制业者1年2届对驾驶进行在职教育训练，内容要有安全防卫驾驶、事故预防处理，甲新修订交通法规。我们现在做法应该比交通部的规定还要更密集啊，所以我们应该都可以配合。我们会加强在一些实际的一个案例的检讨，还有正确的操作车辆以及防卫驾驶。交通部嘛是发增加大客车驾驶，若是违规记录，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若是无参加，会当暂停驾驶勤务。学者认为，教育训练甲讲习应该下实际需求，交通部会当制定以实际重大事件做教材教育训练范本，给业者参考。一定要对症下药，针对我们这个相关事故的原因，跟人为因素的关联，然后呢，重新去制作相关的教材。大客车业者认为，除了教育训练，其实提升驾驶人员态度，改善工作环境，对整体安全提升更较有帮助。建议政府应该思考，让业者会当调整票价，避免一直未当起价，让业者无合理的利润，造成恶性循环。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来看《苹果日报》上届新的民意调查结果表示讲，郭台铭甲郭文天也真正夹一度，甲蔡英文总统佮国民党的韩国瑜三卡都，蔡总统是排头名，韩市长第2。郭台铭这组煞有较无面，总是人问起郭文天市长，伊讲鸭鸡唔正步，吉嘛无较大。郭台铭当时宣布参选2020大选，各界拢伫关心。根据苹果上新的民调，过关连面若是郭台铭来参选，支持度会比蔡英文甲韩国瑜加真侪。过关往合作的支持度即嘛一直降低。郭文天讲顺其自然，结合无效。郭台铭办公室是表示，郭台铭即嘛是真丢毒。从头到尾没有宣布要选他20几趴，这也蛮厉害的。就是说顺其自然啊，就是说急也没有用嘛，你总要让他psychology心理上能够准备好。你没有。你赶鸭子上架也没有用处了。郭台铭先生相信也都是天人交战的，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说，要做任何的决定，真的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好好来讨论一下，就是接下来我们该要怎么样回应社会的期待。郭台铭办公室强调讲，佮予郭台铭一寡思考的时间。郭台铭的亲信送月饼，予关文天的妈妈，还佮王金平议长。另外，外界传讲郭台铭会伫9月13发表退党的声明，确定参加2020总统大选的代志。郭台铭办公室嘛慎重的否认。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动作？其实是不会有的，包含时间点，包含这样的方式都不会发生。退回党政这事情，必须要说他决定是不是参选之后，才会有进一步的形式的问题。那这部分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都不会做回应。郭台铭要参选的代志，就伫要成啊。有一个国民党籍的律师去台北地方法院，来告郭台铭涉及刑事诈欺甲背信，认为郭台铭脱党参选总统造成党员身心伤害，要求赔偿100亿。郭台铭办公室是表示，未来阁有更较侪这款的人，希望讲大家看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若关系讲韩国瑜的副手要找啥人？即阵风声讲，英国伫朱立伦做新北市长的任内，捌担任过副市长的李树川有伫咧斗牵线，上无已经有甲朱立伦开喙3摆，要促成韩朱合。人问起即阵韩国瑜只有是讲，伊和朱立伦理想相共，不管是要联络，拢找有人。朱立伦的办公室这边是讲，毋免按算朱先生的意位，这局因一定出力斗拍拼。三亚记者会面顶，包括立委柯淑华、前立委孙大千等等韩国瑜阵营的成员，大家排几排做伙批评前高雄市长陈菊起步存款交代无清楚的代志，要求监察院一定要查清楚，因为2020的大选伫要到啊，那样一直出步来打击立赢，即马佫传出高雄市副市长李树川上无3届向朱立伦表达韩朱配的建议，毋过拢无得到确定的回应。我相信还在沟通，我相信他也非常尊重韩国瑜市长，他到底要找谁当竞选的伙伴？我相信整个还在协调。尤其是那亚即马蹲着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可能会离开的婚礼危机，可能会甲经济难、甲地形难选票分走。外界认为韩朱配拄好会当来互相弥补。我跟朱立伦市长都有共同的理想啊，希望整个国家能够越来越好，也有共同的交情，都20年以上的交情，那也有共同的担心，就是担心台湾的未来。
沟通的管道都是非常畅通的。国民党内所有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对于在2020年希望能够翻转台湾、改变台湾，我相信这是大家最大的共识哦。那么基于这样的共识，我绝对相信所有国民党内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会一起来努力达到这样的目标。针对韩族配的代志，韩国就无正面回应。韩定也是讲，包括朱立伦等等任何党内大咖人士，拢有可能是邀请来做副手的对象。而且朱立伦办公室是回应讲，唔免为一定会斗3天。双方拢无甲话打真的，各界嘛伫等待韩族配可能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按去年开始，国防部有设一条刑安专案，就是要将较旧的兵仔营拢还互新。敢若陆军这边面计共就有62位，拢总通好应付5万几个官兵。这个新营区要建设，早起蔡英文总统由国防部严德发部长陪伴，来到乌卡庄家5四二旅参加这片营区落成启用的典礼。这是我对国军的承诺的验收。部队可以说是官兵弟兄姐妹的第2个家，所以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视察过很多的营区，很多的设施确实是相当的老旧，因此我要求国防部成立新安专案，不仅要加快脚步改善营舍，更要提高营舍的生活水准，让大家在辛苦的训练之后，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充分的休息。这片拄则落成的庄家5四2旅的军人宿舍，是国军刑安专案头一位建设好势的地所。头尾开启9月外，起这片有才调住正千人的月上楼。早起邀请蔡总统本人来剪彩。陆军第6军团表示讲，新起好的宿舍无像较早拢互兵仔住空床，现时的房间若毋是2人房，无就是4人房。每一间阁拢有安冷气、湿液间，嘛经过内政部认定是智慧型的建筑，甲环保的绿色建筑。咱伫咧南太平洋的邦交国 Solomons 一国，近来一直有风声讲，今日换要甲中国建交。蔡英文总统昨接见来台湾访问的 Solomons 的外交部长，伊嘛讲好朋友就爱接往来，大家行较亲的。昨暗，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甲因的外交部长做伙发表谈话，表明讲两国的邦交还阁真在咧。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马涅勒来台湾，跟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初到暗时伫台北宾馆见面，因为几落摆传出讲两国邦交可能有变化，转向中国。这摆见面，马克认为是两国邦交稳定的一项指标。一连串的台所双边互动，再加上此次外长的来访，对于深化台所邦谊以及声明两国友好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Solomon Islands has a number of agreement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example on fisheries, agriculture,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including the 2023 Games project commitment. All of these speak of an engaging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states. 马内利讲线吴钊燮准备该握手，马内利速度无看到，又搁中心来一摆。外交部想要稳定邦交，按个后来负责会特别所罗门群岛外交部处长贝克，向问到当时会做出决定，态度则是真暧昧。I do not wish to prejudge or speculate that to give any uncertainty to the relations until a decision has been made in terms of in relation to the government. Like I said, we are doing it fairly broadly in the sense that as you have as my minister have alluded to. 初到下晡，马内利马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蔡英文指出，两国已经建交36年，希望会当延续这份珍贵友情。我常说，好朋友就应该要常常相聚，而台湾和所罗门群岛就是最佳的例子。所罗门群岛无正面回答，是毋是拜登甲台湾断交可能？按个强调两国关系一切正常，为了深化两国交流，咱国外交部处长下礼拜迈去所罗门群岛，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近来有真侪广告咧宣传一款会提神醒脑的凉水，讲做能量饮料。当时基金会上新的调查嘛，发现有60%学生拢捌啉过这款凉水。
结果成分一个分析落去，才知影讲市面上24支牌子无同的这种能量饮料，大多数糖分拢较悬，阁有咖啡因、咖啡因嘛重。少年人若啉伤济，惊会影响脑部的发育、心脏的皮肤彩、人的脑细神，注意力袂集中哦。最近这几年以来，提神饮料变做台湾饮料市场正受欢迎的物件，无论是便利商店还是大卖场，拢会当买到。而且，阁有真侪免费试啉的活动，想要来抢少年族群的市场。毋过，当时基金会上新的调查发现，市场面顶会当买到24种提神饮料，每一种拢有咖啡因甲糖分。青少年若是啉伤济，可能影响脑的发育，造成心肝头、皮肤彩、注意力无集中等等的症头，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脑部跟智力的发育，那也有可能会让他们的睡眠品质不佳。那造成说可能白天的时候上课的时候精神不济，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情况。当时基金会调查显示，有6成少年族群拢捌啉过，是安怎要啉就伊想要啉就啉的比例上悬，有4成1。第二是表面讲的时阵来啉，有3成6。进一步来分析提神饮料的成分，发现有11种的糖分伤过悬，若是啉一罐就超过儿童青少年每一天建议的量。另外有4种咖啡因伤悬，若是啉一罐就超过100毫克，比加拿大建议儿童青少年每一天建议的100毫克以下更较悬。希望是要提供给像小孩子、儿童的话，是包括像100%的蔬菜汁啦、果汁，那还有鲜乳。民间团体建议政府爱照国外制定儿童青少年的咖啡因建议量，而且立法来禁止卖提神饮料，予无满16岁青少年。对这个代志，卫福部国建署表示，已经甲教育部来合作，袂予有糖甲咖啡因的饮料入来学校内底卖，未来参考国外做法研议标准。记者综合报道。一间新加坡的公司代理的，厝内咧吸涂沙粉迄款电扫帚，先广告讲免费来咱兜吸，倒清被单内底遐细只沙仔，哪卖哪清，电扫帚一支讲着要7-8万块。近来一直有消费者咧反映讲，用袂好也无要互人原金退回，到当1年当已经有上百件的申诉。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台中分会就指出讲，这款卖法就是闪过消费者保护法的空棒。伊嘛提醒消费者，当着爱目睭背护金较有影。这台吸尘器又搁重又搁差，丢神是讲8月份开8万块价买落来，因为销售人员推销讲，这个吸尘器有5合一的功能，不过用一摆就后悔啊，业者煞无回退。一个家庭3到4间的空间，那你变成说你就是每一个房间都要提上去，那这个整体上来有可能差不多快10几公斤了。还阁有人伫咧大卖场留资料，业者就是主拍会到厝免费提供清洁体检，结果一入去人的厝，就把新的机啊拆起来，清洁了后，就要求消费者爱买，总讲消费者无愿意，伊就开始讲2-3点钟来甲对方估钱，还阁强调包装已经拆开啊，所以无法度退货。免费体验除尘螨，那就让他们到我们家，除尘螨这样，然后当天他们就带一台新的机台，现场就拆封了。因为还要接着去接小孩，然后所以其实很仓促，然后他就只跟我说2700不会很贵，然后就感觉一直给我很大的压力。这台7-8万块贵松松的吸尘器，在咧大卖场甲面册拢有咧卖。这阵消费者拢是伫咧7天内发现产品无效用，业者毋是唔互因退，就是调工调难，也无设置退费经济的处理对口。对这件代志，消基会律师主张，买卖双方的行为应该爱符合访问买卖要件，适用消保法19条。免费到府清洁服务作为一个幌子，其实我后面的整个我要做什么，就准备销售了。所以他们准备怎么讲、怎么推、怎么用，他们都有一套了。厂商透过LINE也个面册回应，主张这个商品无7天的试用期。不过，消基会台中分会指出，吸尘器业者的行销行为，并不是消费者主动邀请，也不是袂使退货的3项产品。即阵简单册面投诉会到20件，基金投诉会100件，未来会协助消费者成立自救会，争取相关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院会顶月日决定讲，明年10月开始全面要换新的身份证。不过今仔日台湾人权促进会这民间团体出来讲，当内政部也无开甲半场的公听会，就先招标要找厂商印新的身份证，这款做法实在真不当，而且会引起甲监察院送陈情书，请求监察委员赶紧调查，嘛呼吁内政部就要将民主的程序办好到，这较有影。
对明年10月开始，内政部按算要陆续换发新版的数位身份证，来代替即马的纸本身份证。但是贷款会指出，依照内政部的时程，应该是9月底10月初爱公布规划案的成果。结果伫6月都已经将数位身份证的印制案发包出去，不含社会讨论的空间。那是一个33亿的案子，有关全民权益的事情的一个政策。我们希望它至少应该要召开，譬如听证会，或再更退而求其次，公听会至少应该是非常需要的。但是现在，内政部在最近这半年来，基本上完全没有做这样的动作。除了含社会讨论的空间无够之外，阁有学者指出，台湾虽然有告处罚含户籍法，但是相关的规范嘛是有真侪无清楚的所在，像讲户籍法无明确条文限制身份证伫咧公司领域的使用范围甲条件。肉眼不可检视，而且可以复写的方式记载个人资料在晶片上，就开启了暗地给人做记号的功能。铺展了之后大规模监视活动的一个途径，身份识别资讯全部都集中处理，这个卡片到最后就会像是特洛伊的木马一样，为人民的资讯自主权，甚至是国家安全，都会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贷款会呼吁内政部爱赶紧公开规划报告，完善民主参与程序。同时嘛决定，甲监察院定情，诉请监察委员调查行政机关伫咧推动数位身份证的时阵，是毋是有程序欠点？若是有违失，就必须爱废除放弃有程序欠点相关的决议和招标案。一直到中昼1个月时间，内政部拢也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中华民国思想关怀协会调查讲，超过60%的女性月事来的时，因未要求翁婿去买卫生棉啊，不过嘛有3成梦讲，迄几日啊，都爱较有人关心呢。桃园市政府社会局竟伫咧中秋前月要圆的时，特别举办月娘代表我的心月事和性别的营队，梦讲经过专家的演讲甲证人的对答，互大家了解月事即层是天地所设，做人天生自然的代志。就百位民众做伙手提卫生棉，大声唱月娘代表我的心，要献互陪伴查某人一世人的好朋友月经。桃园市政府社会局选伫咧中秋节进前举办月娘代表我的心月事和性别月经营，希望透过专业讲座和对话，破除禁忌，提升性平的观念。会帮老婆买卫生棉吗？会啊。不会啊，刚开始会啊。我儿子现在才大学生啊，他会帮我买。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儿子很乖，那是教育的问题。根据中华民国思想关怀协会针对1370位妇女做的调查，61.5%表示未要求翁婿买卫生棉，30.7%的人希望月事来的时阵会当有另外一半的体贴甲关心，但是只敢若15.8%的翁婿会关心太太月事来的时间。月经虽然是跟着女人一辈子的好朋友，大家对她呢不是很关心，甚至于在文化方面都有很多的一些歧视的现象。今天的主题就是暖男买卫生棉，然后让这个月事除污名化，另外一个就是从月经谈女性的健康。我希望男性朋友在性平的观念上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在记者会当中，社会局副局长刘思婉嘛变成月经主考官，带领现场的民众挑战月经小学堂，希望打破大众对月经的禁忌甲污名，让查某人更加了解月经，查某人爱惜家己的身体。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统计讲，来咱台湾读书的台侨的学生，甲香港、澳门国籍的学生，7年中间竟然增加9成。劳动部上新的统计嘛看出讲，侨生和外国学生申请留伫咧台湾食头路的，一年加，近来5档已经超过1万人。因大多数是去做服务业、制造业，无就是批发、小卖这方面的头路。到3工处理简单文书，台属台马来西亚侨生陈可显伫下课的时阵，拢伫国际处做3工。今年是伊伫台湾读册的第4档。初中来过台湾旅行，然后初中就已经决定想要来台湾读书。对，喜欢台湾的哪个部分？安全。根据教育部统计，18学年伫台湾读册的香港、澳门学生是13646人，1807学年是28805人，增加9成。其中大部分拢是来台湾读大专以后，而且这个侨外生毕业了后留伫台湾做工课的意愿也愈来愈高。我现在问我一些刚毕业的朋友，都起薪都很低。
而且我就读的科系，回到大马工作机会比较少。劳动部统计，高薪申请伫台湾做工课，103年有1693人次，去年已经有4146人次，5档累积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互高薪愿意留伫台湾做工课的主要原因，就是103年7月实施的评点配额制度，只要学历、薪水等8项标准累积超过70点就符合资格。我们的侨生同学还是有非常高的比例来修教育学程。那可是很可惜的，目前我们教育部没有开放这些侨生可以来正式的甄选我们的公司力。侨生留伫台湾找头路的意愿提升，不过也有侨生反映，毕业一档内会当留伫台湾找头路，不过一档内连做散工拢袂当，希望法规会当阁加放灵。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台南地近来有一寡野汉行咧欣赏鸟仔的民众，发现讲竟然唔知有按倒位来宗教团体，休困日一透早就去到台江国家公园放生一寡毛虾鱼仔，现场附近阁放落那咧弹。国家公园的管理处嘛强调讲，因一定会依法处罚，嘛提醒民众，乌白放生唔若影响大自然的生态，佫真有可能地鼠遮的毛虾鱼仔无法度适应环境，结果唔是放生，是放死倒影。人排几排，对保外边一直排队排到沙坡地。根据民众指出，看起来敢若是宗教团体在咧放生，但是中警煞是伫咧台江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咸水溪南岸。就生态的问题一般民众能够来了解，就是不要随意的去放，因为这样有可能生态失衡，那也可能透过你在野放的过程中，其实不是放生，是造成他们的死亡。第一点，破生态的秘书，希望相关团体应该以护生代替放生。对这点，主管单位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强调讲，一般民众伫咧野外放生，若毋是保育类的动物，犯事无违法。按过伫国家公园的范围内，是完全袂当放生。第一次会处以新台币3000元的罚则。那也许也可以连续处罚，千万不要有一个轻易的一个放生的动作在国家公园里面来发生。因为我们也会责成我们警察大队这边来协助我们来对这个行为来做一个加强取缔。放生的动物种类方面，以鸟仔上介济，但是业者嘛拢建议伫咧山顶野放。问源阮是拢报去山内较方便，较放较袂用掠呢。对生态团体来讲，就算是一般的放生，嘛有可能造成其他动物的生存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要到位，这阵仔咸仔卵较有销。不过动物保护团体去看现主市的饲鸭场，才发觉讲鸭卵生上济台湾菜鸭，普遍拢互人饲踮咧笼仔内，连吃水都袂自由，环境嘛真歹。因批评讲，这款所在鸭生出来鸭卵，是互人不忍心食到腹肚底。袂输敢若家伙共款的鸭卵。水禽鸭伫日时的时阵，差不多一半时间的生活伫水中，所以饲鸭场内底通常会当看会到开放水源，互鸭会当活动。不过，动保团体前往屏东中华的饲鸭场所发现，有一寡鸭房饲伫非常细的笼仔内底，无法度靠近水，脚嘛踏伫笼仔伤过大流血，无法度清理羽毛，四界拢黏白下物。有时候是完全一滴水都碰不到，那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折磨。我们真的不能这样子养水禽，这真的是一个虐待。动保团体访问农民，知影用笼仔饲鸭死亡率比一般放养悬出2到5倍，但国内大约15%到20%，以这种无人道的方式来饲鸭，为着就是要管理较方便，嘛会当饲搁较密集，提悬收入。农委会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有政策引导，赶快阻止业者往错误的方向去走。台湾的褐色菜鸭因为产卵率世界第一，各行叫做是国宝鸭。不过，双方剥夺动物福利，以笼仔来饲。动保团体批评无人道，希望农委会辅导农民升级。不过到中昼为止，农委会并无做出回应。记者林文丹、撇如台北报道。来看花莲客运一线咧走南区的公车，昨因为一个学生囡仔点数用完，卡片愈袂行，改用落钱的。走车的司机煞起上去，沿路一直歹喙，互规台车的人客拢真着惊。
花莲客运表示讲，这个司机用过是无不良的记录，不过即便伊这款行为已经影响到伊的职务，嘛互这个学生囡仔心理受创伤。未来因也保证讲会加强司机的教育训练。影片画面是初九早起7点，专门往回花莲南区水尾到玉里的花莲客运面顶，司机真生气，一直用歹听话来骂学生的乘客，敢若因为学生的乘客无用悠游卡是落钱。我没有抽到钱，我干嘛那么辛苦卖票啊？我下单我还要整理票。麻烦了。边阿婆一直按打司机的情绪，啊，毋过司机愈骂愈激动，乘客拢烦恼讲会发生什么代志，摕手机起来翕，而且放去咧网络，互大家评论。已经即刻将这位驾驶先将他下线啊，也就是让他即刻休息。发生这个事情呢，我们是真的深感遗憾的。我再一次的对于这一次的乘客，还有对于这个同学致上我们公司的10万的歉意了哈。根据花莲客运的资料，一个细老的驾驶资历6年，薪水6万，一工做工课差不多10点钟，并无不良的记录。这个可能是因为家庭原因去影响到当地，啊，毋过说学生受到伤害，坐车嘛真烦恼。或许也是客运司机他的一个情绪性的一个发言，当然这个是绝对不应该有的。那我也相信，花莲客运这边能够以孩子、以顾客为考量。其他司机私底下表示，是安怎伊会生气，是因为落钱甲点算会影响下班的时间。啊，毋过花莲客运强调讲，南区便利商店较少，悠游卡无遐多随时欠钱，所以落钱甲旅卡拢会使，会加强司机的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彰化大埔的杂水沟爆花路面粉块工程，长度4公里半，啊，费用拢总2、6亿工程的开销，彰化县政府已经款有啊，拍算4档后就当完工。啊，毋过这片工程会去调到48栋人家厝。彰化县政府煞来嘛召开公听会，尽量化解地主甲厝主心肝内的疑问。8月大雨，和彰化大埔积水沟的天华道路出现壁云下陷，即麦道路已经被封闭，民众出入相当的无方便，而且雨患嘛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即麦听到县府已经准备拓宽道路，改善雨患，预计2023年会完成通车，当地民众拢相当的支持。啊，即麦都安尼，我看安尼定定咧封路啊，连伊就遐歹安尼，安尼啊落一雨就放去，啊是安怎就搁定做啊安尼。好是一定好啊，大家方便啦。但是相同的，就是讲，因为排水沟遮你若做安尼，先讲连大只车袂当行啦，无相对的这路嘛是会一直下去啦。大埔积水沟天华道路是彰化市南区通往第一线，也有国道的便道。拓宽工程为结构科大到秀水中路路，全长4.5公里。彰化县府表示，目前工程甲用地征收，要求地上文补偿总经费26亿，中央经费已经到位，接落来就是开始进行相关的土地征收。因为我们大埔节水沟也要考虑到它的一些防洪的一些功能哈。那因为两侧呢，目前也有一些民宅哈，那我们目前是以最少用地征收的方式来进行。那我们预计两侧的提案道路预计是拓宽到9到10公尺，保持2个车道。虽然多数民众支持拓宽，不过目前有地主无愿意被征收。县府目前统计，拓宽工程将影响到48栋的建筑物，会向影响上低方向来进行，卖以市价来征收。等下征收办法出来了后，会召开公听会。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彰化看完，咱线落来看云林。云林县政府为着要加强应变，讲绿垦工业区万不利发生对环境较有算到的大灾害，因此当阵向中央争取要设环境事故专业技术小组，所在是找伫咧卖料的三成林务所，离绿垦工业区塞车2分钟就会到地。县府嘛望讲，别日这个小组设落，会当掌握绿垦临时发生的事故较集中咧，使周围百姓的健康甲安全嘛会较有保障。今年4月初7日，绿垦工业区大华山丘发生起爆的事件，当天下晡2点发生。啊，毋过技术小组拄到了工业区，用点外钟的时间才赶来到现场。民众烦恼讲有毒的化合物会漏泄，嘛造成死COVID的居民大家拢心惊惊。即马云林县政府向中央争取，希望讲会当伫卖寮附近来设环境事故专业技术小组。毒化才先开始，但是后来整个的通报系统啦、监控机制啦哈，包括监视系统啦哈，或是如何应变疏散民众，我想这一步一步我们都会逐步来完成。灾害应变中心会当确实
资讯透明化来好成立，将所有的六轻发生的代志，互咱周边的居民拢会当知影。云林县政府表示，目前规划环境事故专业技术小组，会伫未了3省人物所来驻点，因为这离六轻工业区干那2分钟的车程。万每工业区若真正发生意外时阵，会当随时来提供监测，还有应变的问题咨询。技术小组的功能就是在辨识的时候，在紧急应变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抵达6轻的一个事故现场，去做环境监测以及我们的环境维护的部分。环保署动化局表示，若是规划顺利的话，上季度明年度开始，得当有技术小组的人来伫遮，而且采取24点钟轮班的制度，来强化六轻工业区发生意外事件的紧急应变能力，而且保护4口位居民的健康甲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灰仔碗、灰仔盘，即摆若弄起角，拍算是平条准线。毋过用过的人破去会摕去补，所以毋才有补灰仔这道。台中还原漆艺馆近来邀请2个补灰仔师傅办展览，因的功夫互真侪人大开眼界。大家目睭金金上，看菊花修复专家张瑞峰等功夫，示范安怎补有起角的杯仔。动作看起来那像真简单，毋过这每一步拢要靠经验。这项传统工艺叫做补灰仔，现在已经真罕见。很多人是为了一个记忆，为了一个感情，为了家里的传承，然后来保留这些东西。所以这一次非常特别，有400多年前的陶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瓷盘，那它呢用很大的一个钉去把它补起来。丰原漆艺馆表示，这届邀请的张瑞峰和刘春成，因拢是菊花的修复专家，伫漆艺馆联合展览菊花、金线和相坎等等修复手路的灰仔作品。调面粉，然后用生漆去调，然后去粘它，对，让它先粘住了以后再去举钉，这样子把它做一个加固，这样子。100多钉你做最多钉的器皿就是这个，然后很特殊，就是说现在要找到那么好的瓷器，可以装茶的器具，已经很难找。专家讲，过去台湾人因为爱米、惜米，所以才着爱补灰仔。即马颠倒因为社会进步，地书手艺道道失传。毋过，还是有真侪人来找伊补灰仔。虽讲工资反正比物价较贵，毋过逐件灰仔所拢是民众重要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台语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你参考。解文说字。讲到补灰仔，咱就想到一句俗语话：百般的头路，台湾民间拢有俗语。有趁无趁，台湾人讲都是机啦。这句俗语话讲，小灰的食起，对啦，刷落迄句，拍算你定着会晓。讲即少的困意，落尾阁有一句啦，在地人咧讲，拍面皮吼，寒到半烧死啦。小灰的食起，即少的困意，就是讲迄灰仔碗烧甲金金水水，咱就摕来卖。若万不利，烧了都无水，也是讲拍起角，咱厝人家己食歹啊。即笑的困意，即笑啊无困被铺，无困眠床，连笑啊都毋甘摕起来用，因为笑啊即落水水，咱就摕来卖，毋则有钱，通好会当养饲家庭，家己困意了就好啊。毋则第三句，人咧讲斗句啊，讲拍面照皮，家己寒甲半烧死。英国的社会确实有影。往往咱看到有即款人，因为环境所逼，家己好的物件毋甘用。毋过时代咧转变，即当阵千万观念都要改变。家己一手艺一手传承，你毋好家己毋甘用。到落尾人流传一句话，尤其若讲走江湖，咱做戏的遮个朋友，往往伫咧描写家己，讲艺真人品，有影呢？咱一手艺。咱好好啊发挥，咱就要应用讲来照顾家己的生活，毋通讲行毋知路，有当着啊吼，真侪功夫袂晓用，也是讲时机袂晓看，到尾啊，一身躯的艺都无效呢，艺真人品呢。有当着啊是环境所逼，有当着啊是时机袂合，有当着啊咱家己爱检讨，爱检讨家己讲，是毋是你黄昏看则透早，是毋是你国政啊伫咧甲你开讲的？讲放假，你有当着啊吼，会来看做是
昏照、乌鸦，你有当着啊看出红红，时机袂晓判断，这原来有影响呢。毋则台湾民间佫一句俗语话，原来真有道理，讲一时韭菜一时葱，按怎样解说？因为韭菜若着时，咱就爱种韭菜；啊，若葱啊着时，咱就爱种葱啊。你毋好做迄落毋着时的头路。啊，你若讲家己眼光有较遐，会晓判断经了着路食。相信讲天公伯啊，袂去算长人，人害人袂死啦，天要害人一话啦。有当着啊星光，有当着啊换月光，嘛真有可能。换咱出头天，换咱行了着路的日子，咱虽然烧肥一手艺尔。咱毋免讲委屈家己伫咧食气，咱虽然会晓技巧，咱嘛毋通吞忍，讲家己拢伫咧困意，无必要啦。即摆即个时代吼，咱着爱对家己较疼痛咧，对家己生活种种四周围咱家己的某囝翁囝较照顾咧。你讲看有影无？啊，讲到韭菜，天气秋天已经要到了，国政招你来桃园大溪看一下9月西，规大片白茫茫，其实这毋是菜呢。这就是韭菜花，一路要开到10月初，邀请乡亲咱做伙来看花，来食韭菜。规大片白色的花蕊，滴滴蕊啊，真古锥，都真像是9月落的雪。这是桃园大溪的韭菜花田，但是9月韭菜开花，有些农民一旦花开了，要受禁止。大溪有一片的风景，嘛办一系列的活动，邀请民众来这佚佗。9月份是韭菜要开花的季节。它看起来很漂亮，它大概花期大概是9月到10月初，然后它这个看起来哈，在田野间哈走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啊，所以在农民的悉心照料之下，我们的那个品质非常好，而且它有独特的一个香气香味啊，在市场上蛮受欢迎的。大溪韭菜好看嘛好食，这一大片的韭菜花田，伫石门水库和大汉溪边，面积差不多有100公顷，全年拢会当收。水质好，土壤的透水性嘛好，因为安尼大溪产的韭菜特别香。大溪韭菜产销班嘛开发真侪韭菜产品，就推广我们这附近的农民啊，来种植这个韭菜。成立一个韭菜专区这样子。那目前我们这边的韭菜班园有50-60位了哈。目前我们大溪如果是专门在种植这个韭菜的那个面积大约有100多公顷。韭菜花为9月一路开到10月，民众来到桃园大溪，会当来体验大汉溪边好食佮好看的韭菜。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中秋是团圆时，西螺镇的农会家政班邀请真侪志工来做一款一顶贴一顶，讲做千顶的酥饼，要送予弱势家庭、甲社区内底家己伫咧大的这时代长辈，望讲分享这份爱心，互大家真好健康，社会嘛搁较温暖。机器内底滴滴动，这是西螺镇农会家政班，搁有社区妈妈的爱心。这款叫做清泉城小姐的饼，是为着中秋节送予弱势家庭，搁有家己大的老大人，会当食了健康，感受温暖。我们是要送到各个社区，还有一些弱势的家庭。我们的饼皮是使用我们的米谷粉，有蓬莱米粉，大概1半的蓬莱米粉，再加上我们的低筋面粉、高筋面粉。然后我们的内馅是，我们是奶黄馅，我们使用白豆沙、绿豆沙，还有我们的炼乳，还有披萨丝，还有咸蛋黄提味。然后最后我们加了一小块的马吉。和一般的月饼比起来，因为内底包的物件较济，除了爱注意放料的时间，外口的皮嘛爱下真济功夫，尤其佮加米果粉、麻糍等等的材料，就是希望伫中秋节嘛会当食到无同款的口味。我们就是第一次擀剪完之后，然后再从第一颗再擀剪第2次，然后第2次再擀剪完之后，我们才来把它做那个压平、擀盐，然后包馅的动作。那它这样子的话，做起来形才会漂亮。这款饼的用料真实在，有加麻糍、cheese， 佮有绿豆沙等等的食材，外口酥酥，口感是真丰富。虽然讲是真费工，不过会使做爱心，志工拢真欢喜。感觉真是真快乐，这种心情是真本真料的，嘿，拢无人服务这。透过这款的课程，唔但志工会当学到新点心的做法，嘛会当把这份快乐和温暖传出去，互大家快乐过中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真本真料，西螺镇农会真无用，因为西螺人较早过年过节，家己拢做粿粽，毋过时代演变，即马即个手路较少人会晓啊。
在地振动会研究新的果粽的口味，用糯米包香菇，外口再裹土豆粉，做半咸甜的菜料的果粽，要让这款传统的好滋味继续传落去。这果粽的皮是 Q， 内底包的鸭有香菇，也搁有生过的挂菜，又搁被互人叫做菜蚵，规个是香公公，这是西螺在地人拢知影的好口味。家家户啊，若要拄着年节时啊，拢会做的一个果粽，像咱有讲做叫做菜粽，咱用着这个糯米吼来下做米浆了后，来甲底下打，哦，然后来甲做这个咱古早味的这个菜粽。菜粽的外皮是用西螺在地的糯米落去烂的，因为现代人注重健康，所以食较正。西螺农会特别研发新的口味，做咸甜的素食果粽。啊，要白粽之前，就搁爱先裹土豆粉。咱米粽咱拢白较杂嘛，啊，这果粽咱就白较烂，互伊吼会搁有生长的空间。因为我有黏条，人一般是拢烧油，但是烧油我感觉嘛是会黏，所以我有炼土豆腐，有搁用者咱的烘焙纸啦，安尼有可能会比款会搁较好啦，较袂黏啦。为款料包鸭、白粽，唔拿了时搁了工。西螺在地好口味，希望传承予家政班的民众，将这项好手艺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英国国会9月初9，针对首相强森要求提早举办国会大选，伊搁转票来反对大地。这也是首相强森为着坚持英国要伫咧10月底脱离欧洲联盟，踮国会连续失败第6摆咯。首相甲国会双方面结甲足食家，看起来英国的民众嘛已经是忍无可忍，甚至有的人就主张讲，等着搁举办一摆脱离欧盟的公民投票，较贵气啦。英国国会初9伫休会进前最后一天展开攻防战，首相强森搁一摆动机提早大选，啊，毋过反对党的工党议员抽全体弃权，或者是投反对票。啊，那执政的保守党冇真侪议员弃权，动机伫650些下议院，甲得到293票支持，比全体议员2/3的434票搁差真济，挺好决。第3度表决结果时阵，议场甚至有人甲笑。The ayes to the right, 293. The noes to the left, 46. So the ayes have it. The ayes have it. 这强森为了英国伫10月31脱欧期限，要准时脱欧，第6摆向国会好决。啊，毋过也是批评反对党一直拖英国脱欧的时间。一礼拜爱开国库2亿5千万英镑，差不多96亿新台票，一定要准时脱欧。This government will not delay Brexit any further. We will not allow the emphatic verdict of the referendum to be slowly suffocated by further calculated drift and paralysis. 工党领袖柯宾阁讲一摆，工党嘛望重新大选，啊，毋过政府保证袂硬脱欧，佮批评强森政府一直挑战国会做法真见效。This government is a disgrace, and the way the Prime Minister operates is a disgrace. 英国国会外口脱欧的支持者甲反对者继续表达诉求，啊，佮面对经过3首相，拢无法度解决脱欧难题，好真侪民众是挡袂牢。Personally, I prefer, a people's vote. Final people's vote, I think, is the only way to stop Brexit. They're not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they're representing themselves, and we are fed up, absolutely fed up with it. 啊，毋过这场脱欧的戏该继续落去。英国国会休会一直到10月14，英国女王发表演说，才个开会。国会进前已经通过阻止硬脱欧的法案，规定若是10月19进前，新脱欧协议无得伫国会过关，或者是无协议脱欧无得通过。强森就要请求欧盟，甲脱欧期限为10月31，延到明年1月31。安尼国会下议院向即期立场歪向老欧派议长贝尔考。嘛伫休会进前讲出真惊人消息，宣布将伫10月31完成脱欧迄天，或者是下一摆大选进行时节，结束伊10年任期。记者综合报道。北韩的外交部伫咧昨半暝发表声明，讲因要趁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甲美国的代表敲切双方面的头人，会谈废除核子武器的时间。不过，这篇声明发表都无几点钟，到今日早起6点。北韩所以阁结2粒唔知虾米形体的物仔入去海面，
莫非北韩是要共争，也要顺续招人讲和，总是美国到当时还阁无正式表示的回应。根据外电引用北韩官方媒体的消息，北韩外交部副部长崔成基指出，平壤当局愿意和美国进行多方面的会谈，双方会当趁9月底的联合国大会期间，针对会谈的时间甲地点找出共识。虽然美国国务院强调讲，也未接到北韩传来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有关表示，对展开会谈乐观其成。I saw a statement was just put out having to do with North Korea. And that'll be interesting. We'll see. It just came out over the wires a little while ago.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但是外电引用的北韩声明嘛讲，若是美国无法度提出和北韩满意的相对措施，就无啥物好讲的。多年来，不管是六边会谈，也是双边高峰会，美国拢要求北韩要先全面放弃核武计划，才来讲放零制裁和其他的问题。但是北韩认为，家己只个需要先进行小部分拆除核能设施的行动，美国就要全面放零制裁，了后才有其他通讲。这嘛是今年2月，川普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越南河内峰会。最后无结果的原因，北韩伫咧外交部声明了后几点钟，就和韩国军方侦测到发射不明飞行物体，对平壤市周边的黄海南道升空了后，落入去东岸的日本海海峡。美国 CBS 电视台甲美电视台报道就指出，北韩一连串哪要战果哪要和的动作，正明显是伫咧对美国施压。美国是要安怎回应？目前为止，就和北韩发射不明物体同款，也无任何详细的资料。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神圣，咱来看法国有一只鸡公，名叫做 Morris， 因为啼叫的声，哪想去吵到厝边，真吵人耳。厝边斗甲告对反映去，要求主人家，你着甲这只鸡公掠去别位，消息一个放出来，有14万人开始签名联署，拢要为这只鸡。顶礼拜法院判讲，但这只鸡公无罪，作为继续啼袂要紧。这只鸡鸡红叽叽、声音真大的鸡公，对最近向过变真有名的莫里斯，伊就住伫法国西南外海岛水庄卡，甲一阵鸡母过生活。想袂到有一对退休了后，为法国中部搬来做厝边的翁仔宝，说是讲因透早4点就叫莫里斯的声音吵起来，要求主人想办法互伊较点的。毋过试几落的办法，包括用乌色被单盖起来，互伊叫是爱袂天光，拢无效。厝边生气，就去法院甲告，要求和莫里斯消息。毋过想要求到底敢有合理，看法无同。而且，假如鸡公一直是法国重要商品，这场诉讼虽引起全国媒体注意，媒体讲这庄卡甲城市隔代大战，有14万人联署救莫里斯。有人做鸡公海报甲衫表达声援，顶礼拜判决出来。法官裁定鸡公有权利继续救，主人知消息了后是真欢喜。Je vais lui dire à Maurice, c'est la première chose quand je vais rentrer, Momo t'a gagné. T'es le plus fort, t'es le plus beau. 这几年来，亲像这款的城市甲庄海冲突伫法国定定发生，有人嫌厝边饲动物伤吵，有人嫌较长的真声伤过大声，拢去法院提告。媒体认为莫里斯拍赢官司对其他相关案件可能有效果，就是甲大家讲，都要管制伫庄海各种声音，尊重者资本独位物件。Voilà, il faut que les bruits de campagne soient normaux et qu'on accepte ces bruits. Et si on l'accepte pas, il faut pas rester quoi. Voilà, c'est ça. 记者综合报道。明年世界杯的骹球赛要伫咧中东的国家卡达举办，不过这气候真炎热，因为政府即马设法伫咧首都的市中心建设会当降低四边的温度的一座路，绑起来，确实温度有影比较点啊加路。有在调降低6度至10度左右。插嘴纳色的车路看起来真消暑，这确实是会当降温。反射紫外线的特殊车路是伫波斯湾的边啊，气候不哩啊热，亲像沙漠同款的卡达，大天的温度就达到-50度遐悬。因为2020世界骹球比赛就要伫遮举办，当局为着要降低气温，除了准备种大量的食物，前几天伫首都卡达的市中心建造这条200公尺长、含着会当降温材质的纳色车路。Uncomfortable and makes the occupancy for pedestrians and people outside, and that sort of outdoor living much more difficult to achieve in Doha than in other cities.
车路边有设地面的度针，比较点仔加路和蓝色车路的温度，会当看到蓝色车路确实是有降温的效果，比黑色的点仔加路减少6度。当局会切7、18个月，若是一直有降温的效果，会铺搁较侪条蓝色车路。That won't occur in every instance. But certainly, if you combined all of those measures together, you are certainly going to create much more comfortable external spaces. 卡达是全球碳排放量上悬的国家之一，空气污染的问题嘛真严重。专家表示，地表温度降低会当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气候同款拢真热，佮大势的美国洛杉矶，2015年就开始类似的计划，合作 Cool Seal， 将当地一个社区铺做会当降低温度的白色道路。地面的温度嘛成功降低差不多40度。记者综合报道。国情照你同齐来看下半部天气的变化。北部29度到34度，中部29度到34度，南部25度到33度，东部23度到32度。看起来是敢若屏东遮较有落雨的机会。感谢你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